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賣 Top 10，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，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。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懷舊點心。上茶樓食點心，那係我哋細個嗰陣豐富嘅節目之一，好大件事㗎，咁容易滿足？係啊，60、70年代嘅生活比而家簡樸好多，細路仔有個叉燒包食已經好開心㗎啦。咁嗰陣即係60、70年代嘅點心，有邊幾款已經係消失咗或者係消失緊呢？同大家盤點一下。第10位，芝麻卷。人人都知芝麻卷呢味甜點心，由於黑麻麻一卷卷，同影相用嘅菲林有啲相似，所以我哋細個嗰陣都叫芝麻卷做菲林。不過細估唔到，時至今日，菲林 film 竟然比芝麻卷消失得更快。今日20歲以下嘅後生仔冇乜邊個見過菲林，又或者食過菲林芝麻卷㗎。第9位，西菜牛肉。西者西洋菜市也。今時今日我哋去飲茶，大部分牛肉都係山竹牛肉。我細個嗰陣即係60、70年代啊，樓下間茶樓就興用西洋菜嚟煎住啲牛肉㗎，好好味㗎。我指啲西洋菜啊。By the way，而家有啲人，尤其是係響外國唐人街嘅茶樓，山竹牛肉叫做牛肉球啊，我就接受唔到咯。牛肉就牛肉啦，點解牛肉球呢？第8位，豬潤燒賣。一講起豬潤燒賣，就要介紹埋佢細佬豬肚燒賣同埋佢妹妹鵪鶉蛋燒賣啦。幾年前有間茶樓推出一籠有齊佢哋三兄妹嘅懷舊點心，反應麻麻。皆因而家人人食得健康，咁高膽固醇嘅點心，現代人都比較少食啦。第7位，魚翅餃。我細個食魚翅餃，真係響啲餡裏邊揾到有魚翅㗎，幾條啦。而家就算有呢味點心，都係用仿翅或者粉絲。呢一隻點心而家漸漸消失嘅另一個原因，就係佢要接好多閘嘅，功夫多啊，師傅唔肯做。其實多閘先至似一條魚嘅背刺㗎嘛，咪咁懶啊師傅。第6位，蘋葉角。源於順德嘅呢隻甜品點心，特色在於嗰塊蘋婆葉同埋嗰支拮住塊葉嘅牙籤。我細個嗰陣覺得好得意啊，點解食得嘅點心都會有支牙籤喺度嘅？至於葉裏邊嗰啲餡，有多少似客家人嘅茶果啦？我細個就麻麻地中意食啦，嫌佢黐牙啊。而家老咗就冇乜牙俾佢黐啦。第5位，鮮蝦銀針粉。連星爺嘅電影都有 mention 呢隻好飽肚嘅點心，響80、90年代都好受歡迎㗎。佢講到佢嘅賣相，總係要揾個玻璃碗倒轉吸住嘅，已經成為咗佢嘅註冊商標啦。相信大家都記得啩。第4位，臘腸卷。曾經消失過一輪，近年有蒲頭嘅 Chinese hot dog 臘腸卷，冬天食最過癮啊！一咬落去，臘腸嗰啲香油啊滲晒落個包度，哇，好味道呢，真係唔知點形容啊！我哋僆仔嗰陣呢，就唔係咁識欣賞呢隻嘅臘腸卷，而家買少見少先懂得珍惜啊！好味。第3位，魚片腸。幾乎絕跡江湖嘅魚片腸，60年代係用鯇魚片做餡，加埋芫茜，咁就冇得頂啦。不過我哋僆仔嘅時候唔係咁中意食魚片腸嘅，嫌佢間中有魚骨啊，容易啃親。呢味腸粉點心當年係非常受歡迎嘅，唔明點解而家啲師傅又唔肯做魚片腸呢？第2位，灌湯餃。以前啲灌湯餃係用銀色嘅鐵兜盛住，有個柄，一唔小心就會穿，好考功夫㗎。而家嗰啲用湯浸住，冇咁好玩啦。亦都有啲茶樓呢，用個鋁質嘅兜兜住，怪怪地咯。灌湯餃裏邊啲高湯含有大量嘅膠原，特別啱啲女士㗎，好食又有益。點解而家買少見少呢？唔明。喺未公布第1位之前，要分享幾件幾乎入到我威廉10大嘅懷舊點心。喺 Honorable Mention List 中計有棉花雞。舊時細個嗰陣，我哋景弟爭住食嗰塊棉花㗎，大個咗先知原來嗰啲係炸魚肚，吸晒啲味，唔怪之得咁好食啦。麻蓉包。蓮蓉包就好 common，麻蓉包而家就真係少見咗啦。我個人麻麻地中意啦，但係我知道好多人好中意食麻蓉包嘅。
乾蒸牛肉，記得香港60-70年代制水期間，呢隻點心特別多，因為唔使用蒸汽蒸啊。乾蒸牛肉而家就叫做牛肉燒賣啦。第一位大包，源於廣州，歷史悠久嘅大包非常受到勞動階層嘅歡迎，因為佢大個，好襟飽。據講50-60年代香港茶區最受歡迎嘅茶樓包點就係大包啦。唔生晚也，我都係食過一次咁多咋。記得係喺1975年喺新界一間路邊嘅茶檔品嘗過大包，之後就未食過啦。今日人人富貴，呢啲大件夾抵食嘅茶樓包點冇乜市場係有原因嘅。不過講到懷舊，大包就必定係排喺第一位啦。多謝你嘅收聽收睇，請 Like and Share。